嗨，大家好！喺今年呢個重要技能會係寫曲啦，用 AI，同埋一個叫 skill 嘅。咁可能大家上網都會見到好多嘅，譬如 Codex 啦、OpenAI 嘅，咁啊 Claude 啦、Anthropic 嘅。咁呢兩個呢，咁我都用過，但係佢就可能需要VPN 啊，又或者需要一啲 setting 啊咁樣，同埋有啲 account 呢，佢有機會睇到香港啲 IP 封號啊咁。咁所以呢兩個咧都唔完全係我覺得好用嘅，同埋 skill， 其實 skill 簡單說咧就係一啲提示詞，咁因為提示詞好重要嘅，係成個 AI 嘅 core。咁但係呢啲提示詞咧，我哋每次講啊，或者有陣時唔識啊，或者有啲其他高手嘅 skill 咧，其實我哋可以攞落嚟嘅，即係你當係攞咗個提示詞，跟住就會有個專家嚟幫你手咁，或者佢哋嗰個 workflow， 咁就可以攞落嚟。咁呢度咁樣講可能模糊啲啦，所以我哋呢個 channel 咧主要係講嘅，當然啦，一人公司啦，或者點樣係變現或者商業用途啦，就唔係淨係學，係變現揾錢或者孵化嘅味道多啲嘅。咁呢一個 channel 咧，我哋譬如可以大家睇啲咩咧？咁譬如如果你想知道啊，我而家 AI 嗰個層次嗰個功力去到邊度，可以睇呢一條。因為佢呢個係關乎嗰個嘅變現啊，因為而家已經唔係講緊外國啊，就唔係講緊 AI first， 即係 tool first 嘅工具行先嘅一樣嘢，而係講緊 profit first 嘅。咁呢個會係關於應用，或者甚至乎一啲公司咧係講緊應用落去解決啲咩問題，就唔係淨係學工具，即係等於你煮餐餸咁，你唔係淨係買餸或者買咗啲沙煲罌罉、啲刀叉有用嘅，而係嗰個菜譜。同埋做咩餸，其中一樣嘢咧就係用 supercomputer， 我用咗都差唔多3個月啦，最少。咁就係代替 Codex 同埋 Claude 嘅，因為我睇完之後咧，呢個會係即係比較簡單啲，唔使上網，同埋咧佢係可以好平嘅，因為佢係可以駁落去 DeepSeek 啦。跟住呢度有講點樣駁落去 DeepSeek，慳90%，因為 DeepSeek 好平嘅。100萬 token， 如果係 OpenAI 講緊係可能30蚊美金，咁 DeepSeek 嘅 token 係講緊8毫7美金，慳30倍喎。我講緊美金啊，但係即係幾蚊雞咁樣。咁所以 supercomputer 會係我而家嘅主力嚟嘅。咁入邊有唔同嘅 skill， 譬如呢一個就係可以每次 Zoom 完咗之後就自己去做咗個會議流程，就 send 落去我個 Notion 嗰度，又或者揾客。咁呢啲咧都係通過對話嘅。大家如果有用過豆包，有用過 DeepSeek， 又或者有用過 Gemini， 同佢傾過偈嘅話咧，你做少 setting 跟住做咧，呢個都係幾分鐘啫，咁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呢個係未來好重要嘅嘢嚟，解決啲咩問題，甚至乎而家有個說法就係你嗰個行業，如果你係熟悉嘅，你就揾啲好痛嘅嘢、好瑣碎、好繁複嘅嘢，跟住睇下點樣拍啲 AI 落去。咁我哋唔係橫向乜嘢都學。而係我哋為咗解決呢個問題而學。咁啊，例如呢個被忽視咗嘅叫 Grill， 咁係可以同你做好晒入邊嘅文件，又慳錢慳 token， 跟住可能寫個網站或者解決一啲嘅問題。呢個就理工啦，都好出名㗎啦，即係麻省理工用咗大概幾日嘅時間啊，跟住就學咗1個 sem 嗰個嘅內容。嗰個教授都冇辦法唔相信啊，因為佢用咗呢套方法。呢個就係講呢樣嘢。譬如呢度有講個 skill 啦，supercomputer 嘅開始啦，呢個都係，因為 Manus 我哋都有用，同 Codex 啊咁樣類似用法，但係好貴啊，即係嗰個成本咧，我試過做個工具1000幾蚊。咁 Vibe Coding 呢個就係點樣去寫 program、寫 website， 基本上而家我哋都可以做到大部分 IT 做嘅嘢。呢個係寫網站啦，靚仔嘅網站。呢條片係純粹話俾大家知，即係我哋個內容啊，因為啲片越嚟越多咧，咁就即係可能大家唔知道點樣去睇啊。如果大家睇得通嘅，今年 Lovable 或者係 AI 寫 program， 又或者 skill 係一個必備嘅技能。我哋仲需要請文員、請 marketer、請 programmer。2026年 AI 做晒，我哋閒閒地請個文員都要萬零蚊，咁1年就10幾萬㗎啦喎，請多幾個1年幾十萬走唔甩。用 AI 1蚊人工都唔使俾。已經好多唔同嘅行業重組緊，唔係教大家工具，係教大家點樣搭建一間一人公司入邊嘅系統。
點解學咗咁多 AI 都仲係好似冇收入？因為工具行先同埋系統行先嘅分別。我哋教大家建立嘅係一個系統，一個一人公司入邊需要嘅部門。我哋已經有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案例已經認證咗 AI 文員半日做嘅嘢幾分鐘搞掂。AI marketer 可以幫你出標題、出圖片、出文案，自己 send 晒唔同嘅 social media， 甚至乎落埋廣告。點樣整到靚圖、靚海報 ？AI programmer 幫你寫 website、寫系統、寫工具。AI sales 可以幫你揾到精準嘅潛在客戶，例如 email 或者係其他。同一個 AI 用法唔同，結果就唔一樣。觀念一變，市場一片。識用 AI 唔夠，係點樣將佢變咗一個工作流程，變咗一個系統，變做唔同嘅 AI 員工去幫你成立一人公司。我哋嘅課程一人公司 2.0 可以將一般所做嘅崗位全部用 AI 同你做晒，你只需要發號施令，AI 就會幫你執行晒所有嘅細節。另外，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工具。例如一個自動化嘅 AI social media 平台，又或者係724自動對答廣東話嘅一個 chatbot。我哋由5式組成。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去我哋獅子星球就可以睇到啦，連結就喺描述欄嗰度。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嘅，記得 subscribe 我哋、like 我哋同埋 share 俾多啲朋友。下次見。